每次煮雞蛋，當去到差唔多100度嗰陣時，你只要用最少嘅火就可以維持差唔多一個沸點嘅水溫。當你累積你嘅成果去到某個階段，你唔再需要好似當初咁樣付出一個好大嘅努力，你都可以保持住向前行嘅一個動力。你發揮出嚟嘅水準都可以保持喺一個好高嘅水平。喺你嘅日常生活裏面，你有冇喺任何領域去不斷累積你嘅成果，而令到你可以做嗰件事越嚟越輕鬆㗎？打造個人 IP 亦都係一樣啦。開頭好辛苦，要做好多工作，但係當你喺網上嘅影響力，當你嘅短視頻去到某個數量同埋質量，你就開始喺別人心目中種下咗一粒種子，你所表達嘅嘢就開始有個影響力，可以影響到別人。呢個係非常大價值嘅喎。我係香港簽記，專門幫助有夢想嘅人打造個人 IP。評論區分享下喺你嘅人生裏面，你在堅持累積緊乜嘢嘅成果啊？呢個成果會否令你越嚟越有成功感，越嚟越活得幸福及快樂啊？